Hello，大家好，我係 P18嘅 Miranda，歡迎大家嚟到 P18嘅醫學專訪。我今日咧好榮幸咧邀請到咧腫瘤科林嘉安醫生咧上嚟接受我嘅訪問。林醫生咧喺胃癌嘅治療上面咧經驗咧非常豐富喎，所以希望今日咧有機會訪問佢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下關於胃癌嘅早期病徵啦，有冇最新嘅治療方案啦，同埋咧究竟幾時咧揾腫瘤科醫生咧係最適合。咁希望咧透過今日嘅訪問，大家咧都可以咧解開心中嘅疑團。咁喺治療胃癌上面咧，近呢幾年咧有冇啲新嘅治療方案啊？其實近呢幾年咧，就正正就係一個發展得特別快嘅時候。因為以往我哋講緊10年8年前，最主要就淨係化療，咁化療嗰個選擇亦都少啦，效果亦都未必咁好。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叫個人化嘅治療，或者一啲每個人唔同㗎嘛。你知以前就個個人用同一隻藥，而家我哋發覺就算胃癌咧，我哋會 check 一啲叫生物標記。咁好多人你要留意啦，即係驗咗係胃癌，其實我哋都仲要花少少時間去睇下佢嘅特徵，所謂生物標記。常驗嘅咧就有啲叫 HER2 嘅生物標記啦，有啲叫 PDL1嘅生物標記啦，同埋一啲微衛星不穩定嘅生物標記。咁通過呢幾種嘅生物標記咧，我哋就可以進一步決定到底呢個病人喺化療之外仲可以加啲咩治療。譬如 HER2 咁，我哋就會用一啲抗 HER2 嘅標靶藥。免疫評分即係 PDL1 比較高嘅病人咧，就可以考慮免疫治療。咁而微衛星不穩定嘅病人咧，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族群嚟嘅，即係我哋講緊佔胃癌，特別後期胃癌嘅病人咧，可能係3至5%嘅啫。但係呢啲人咧對化療反應唔係咁好，但係對免疫治療個效果就會特別好咯。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就唔係話胃癌你要點醫，我哋係胃癌你嗰個特性係點，我哋就點樣醫。咁頭先咧都提到啦，好多新嘅治療方案啦。咁對病人嚟講係咪咧最簡單，真係用晒頭先以上嘅方法咧，對佢嚟講咧治療就係最好啊？呢個咧我哋喺臨床上邊都見到好多病人同家屬咧有病嘅時候會咁諗嘅。喂，醫生，你將最好嘅藥、最新嘅藥全部俾晒我屋企人啦。但係呢個概念咧其實有啲要改嘅。第一，最新嘅藥咧未必係最適合個病人。咁所謂最好嘅藥咧，而個個人都唔同嘅喎。咁頭先我哋講過，胃癌原來你要細分都有好多唔同種類，我哋要睇下個標記係咪適合所謂一啲新藥、標靶藥啦。就算免疫治療都唔係所有人都適合嘅，即係譬如睇下啲 PDL1 嘅評分或者微衛星不穩定嘅狀態。咁所以所謂最新最好咧，其實個個人唔同，係咪所有嘢要加落去咧？有時可能會本末倒置或者弄巧反拙，因為你每加多一隻藥咧，其實都有機會有唔同嘅副作用。譬如常用嘅抗 HER2 標靶藥，佢有機會有敏感嘅情況啦，或者影響心臟嘅機能。咁而免疫治療好多人都趨之若鶩喎，即係喂，一定得啦，一定幫到。其實第一佢唔係一定得，第二咧就免疫治療咧，大部分人嗰個副作用唔多，咁但係有少部分人咧，佢都會有啲副作用。譬如就係話，所謂免疫治療其實佢唔係直接打你個腫瘤，係用一啲藥物抗體去阻截咗腫瘤對免疫細胞嘅抑制信號。咁你阻截咗之後咧，啲免疫細胞就活躍翻。咁活躍嘅最好啦，如果去打個腫瘤。咁但係同一時間活躍咗嘅免疫細胞咧，可以打你正常嘅組織嘅喎，打個肺咪肺炎咯，可以喘氣，可以缺氧；打個肝咪肝炎咯，可以肝衰竭。咁有潛在嘅呢啲風險咧，我哋都要留意。咁所以就唔係話多一定好，新一定啱。咁呢樣嘢大家要留意。今日好多謝晒咧林嘉安醫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胃癌嘅早期病徵啦，同埋一啲最新嘅治療方案。咁咧希望大家咧對胃癌咧都更加有深入嘅認識。大家記住咯，要有健康嘅生活啦，咁咧就可以咧避免咧有呢啲風險出現。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都歡迎咧可以喺以下留言啦，同埋 like and share 俾朋友。如果大家想更加留意咧我哋嘅健康資訊咧，記得 follow 我哋 P18嘅醫學專訪頻道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